面前有尊贵甲威严，伫伊的所在有关灵甲欢喜。百姓中的达族啊，恁着将关灵荣光归乎耶和华，归乎耶和华，用伊的名所应该得到的荣光归乎耶和华。带礼物来到伊的面前，着用圣洁的状态敬拜耶和华。各位兄弟，大家平安。这时阵，请咱起立吟诗来阿罗上帝，圣诗第282首，282首。我心大欢喜，我。请坐，这是咱备万心、同心来祈祷。圣哉，圣哉，圣哉！愿荣光归乎阮永远活的上帝。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一切生命的源头。你有赏赐你的独生囝来到世间，互阮会当因为伊来得着活。愿荣光归主耶稣基督。你有显明救赎的道路。互阮会当借着你伫十字架顶的牺牲，甲国活来得到救赎，甲永远的活命。愿荣光归圣神上帝，因为你的感动，互阮会当有份伫基督的国活，各用主耶稣的疼充满伫阮的心内，互阮因为安尼，生命得到饱足。愿一切的荣光甲乌鲁，拢归伫爸囝圣神独一真的上帝。慈悲疼痛的阿爸爸上帝，今早起受你竞选的儿女，我一摆来到圣殿敬拜你。
求你即时就伫阮的中间设立宝座，听阮微微恳求的声。阮要省察家己，伫你的面前谦卑向你认罪。主，你知阮的本性，金做歹，面段行好，时常放纵私欲，体贴家己，掠家己做大，拍算你的恩赐，离开你的教示，袂记起你的慈爱。恳求圣神即时检察、光照阮逐人的心，互阮会当伫你的面前诚心悔改，也照阿爸爸上帝你所应允救赎的恩惠，示露互每一个反悔的心，怜悯阮的软弱，赦免阮，甲洗清阮一切的罪恶，也赏赐阮气力，通离开歹的念头。阿爸爸上帝，伫阮的兄弟中间，也有侪人心神软弱，肉体衰弱，无法度甲阮做阵来教会敬拜你。主，阮要恳求你帮赞保守。看顾安慰，鼓励因。主，阮安尼祈祷无够额，要照主耶稣的教示三甲来祈祷。阮伫天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时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你带阮入日时，着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三甲来启应文第8篇，圣诗的后面启应文第8篇。耶和华是我的光，是我的拯救。耶和华是我活命的气力。虽然有军兵阵营要攻击我，虽然兴起刀兵攻击我。有一项事，我捌对耶和华求，就是一世人徛起耶和华的厝，因为患难的日，伊要暗中保护我，将我放伫伊布边看目的所在，当我的头壳得着举起。我要伫伊的布边献欢喜的祭。耶和华，我出声求救的时，求你听。你捌讲，恁着恨无见我的面。毋通对我黄你的面。你平素是做我的帮赞，因为父母离开我，耶和华求你用你的道路指示我。三甲国来吟圣诗，阿罗上帝圣诗第274首，请咱起立来吟圣诗第274首。
请坐。现在起，咱所要读的圣经是记载伫诗篇第121篇第1节到第8节。我要举目望山，我的帮助对倒落来。我的帮助对耶和华来，伊是创造天地的。伊无要互你的脚摇掣，保守你的的确无顿眠。看保守以色列的，也无顿眠，也无困去。保守你的是耶和华，耶和华伫你的正边做你的阴影。日是太阳袂伤你，暝是月也袂害你。耶和华要保守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伊要保守你的性命。日出日入，耶和华要保守你，对即时直到永远。愿上帝祝福听伊的话，照安尼去行的人。现在起真欢喜，廖国瑞传道来到咱的中间，伊所要宣讲的信息是永远无停止的帮助，永远无停止的帮助，请咱恭敬来领受。各位兄弟，大家平安。今仔日真欢喜，会当来到咱双连教会来分享上帝的话语。
我原本伫咧台东成功即个所在来牧会，伫遐有4年的时间。我是伫阿美族的教会来牧会，虽然讲我的面看起来真无成，也毋过我确实是原住民无毋对。后来呢，我生一个宝宝，生一个囡仔。我知影囡仔是上帝所赏赐予我的产业，而且囡仔的成长只有一摆尔。我嘛真希望讲伊当专心来陪伴伊，就决定讲要请育婴假伫厝来照顾囡仔，所以我即马是全职妈妈哈。嘛因为讲我转来北部来住，所以才有机会会当代表咱总会来大家来请安。这是上帝的恩典。相信嘛，真感谢讲教会伫长期以来对原住民的牧者的关心甲帮赞。请咱过一摆阿头来祈祷。人民疼痛的主，你的话是阮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愿你的话成做阮每一个人的快乐。求你引传阮今仔日早起的聚会，对开始一直到结束。求你的圣神点伫阮的中间，愿咱的祈祷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真侪人拢有爬山的经验，未爬进前，咱拢会讲，今仔日我要挑战成功，我要爬去山顶。要毋过爬到一半的时阵，咱的骹酸啊，咱的腰嘛酸啊，喘气强要喘袂过啊。有真侪人伫迄阵就会放弃，讲今仔日爬到遮就好剩的一半呢，后摆才讲啦。也毋过遐个坚持到底的人呢，因就会当来享受因努力甲坚持的喜乐。这首诗篇的一开始，伊就提出一个问题，讲：我要举目望山，我的帮赞是对倒落来的。线遮一句话，马上就是答案，讲我的帮赞是对创造天地的耶和华来的。对一开始的疑问，一直到后来真确定、真坚定的回答。这是诗人伊信心的宣告。一直到即马，已经毋知影有偌济人因为这首的诗篇，因的心得到鼓励，嘛得到安慰，嘛定心得到快乐。每一年以色列百姓，因伫每一年的搬过节、五旬节、和大寮节，因拢爱去锡安山的耶路撒冷城来敬拜上帝。伫遮个节期的期间，以色列百姓伊要对各所在来聚集伫耶路撒冷，也毋过即段的路程其实并毋是讲真简单，是安怎讲呢？因为以色列百姓伊要经过真坎坷的山路，甚至伊要经过沙漠甲旷野。迄阵无飞机，迄阵也无高铁，无轿车。嘛无奥多拜，无脚踏车。迄阵有诶交通诶工具，上济就是驴甲骆驼尔。遐会用行诶人，行去锡安山诶人，我相信一定嘛袂少。因为讲伫交通工具诶无方便，所以讲上一摆诶锡安山，可能都要开几落工诶时间才会使。伫即个旅程的中间，因就爱来提防，讲随时有野兽要来攻击因。因嘛爱较细腻，讲可能随时有抢匪要来抢因的钱财。伫历史的时阵，因为日头真赤，因也细腻讲，可能因为日头真赤，因会去着山。若到了暗时的时阵，因嘛细腻讲，可能月光的光线。会去伤害到因的目睭，早暗的温差嘛会造成因身体的无舒适，等遮的问题，等遮的困难。遮会要去锡安山的以色列百姓，因一步一步努力往前来行，因有一个共同的目标，
都是要伫圣殿中来敬拜上帝。所以伫即个旅程中，因会互相来加油，因会互相来鼓励。相时伫即个旅程，伫即个旅程的中间，伊嘛开始来回想讲因家己国家的整个的历史的过程。原本因会当真顺利来离开埃及，来进入上帝所赏赐予因的迦南即个地。毋过，因一直咧埋怨，因背逆，甚至讲因用因家己身躯的金仔来煮一只金的牛仔，讲伊来跪拜献祭。一摆搁一摆，以色列人因得罪上帝，所以讲得到讲因伫旷野流浪40年遐尼久的时间。毋若是安尼，以色列人因阁经验着讲，因互人掠到充满着无共款宗教信仰的巴比伦即个国家，因失去因的家园，因失去因的国家，失败、睿智、甲不安，充满伫以色列百姓的生命内面。虽然讲是安尼，也毋过迄位捌甲因立约的耶和华上帝，却从来都毋捌停止对因的帮赞。咱知伫出埃及的路中，伫日时，上帝用云条来带领因；伫暗时，上帝用火条来光照因的路，互因无论是伫日时，还是伫暗时，因拢通行。耶和华上帝佮每一日赏赐互因有够用的食物，因的脚所穿的鞋，因的身躯所穿的衫，拢无破。当亚玛力人因要来攻击以色列百姓的时阵，上帝佮帮助因来赢过亚玛力人。对头到尾，上帝从来都毋捌去杀过以色列人，伊由原来持守伊甲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无论伫日时还是伫暗时，伊拢保护、伊拢帮赞以色列百姓。伊互以色列的百姓去经验着，伊是迄位无拄眠也无困去的真实的上帝。才会要去耶路撒冷敬拜上帝以色列人，因想着讲，耶和华上帝对因所做的遮的代志，因想着讲，上帝对因一摆搁一摆的包容，一摆搁一摆的赦免，一摆搁一摆的帮赞，因的心就对上帝发出懊恼，而且搁宣告讲，伊守约的信息甲永远的看顾。当你每一摆看到山的时阵，我毋知影你的想法是啥，你的感觉是啥？可能你会去想着讲，哇，这个山真水，上帝的创造实在是真伟大，阁真奇妙。也毋过嘛，有可能你会去想着讲，这个山遐尔啊大，都亲像我即马所拄着的困难共款，安怎杀？拢杀袂倒。当我搁咧读研究所的时阵，我去一间教会来实习。迄间教会是一位李牧师伫遐来牧会。李牧师的第二个囡仔，迄个囡仔伊一出世就得到一种的罕见疾病，叫做疯糖尿症。这种的罕见疾病是属于氨基酸代谢异常的这种的疾病，因为伊的身体无法度来代谢蛋白质，所以讲只要有蛋白质成分的物件，伊拢总袂使食。譬如讲，卵伊袂使食，鱼啊伊嘛袂使食，肉、鸡卵糕、胖、海鲜等等遮的，伊拢总袂使食。当我搁咧做神学生的时阵，我爱食鸡排，所以
常常我会去要鸡排来当做是我的暗顿来食。迄个囡仔都会看到我咧食鸡排。逐摆伊若看见我咧食鸡排时阵，伊拢靠我靠得非常近。然后伊会甲我问讲：“国瑞姐，我会使食无？”我讲：“你袂使食，这有蛋白质。”然后伊阁甲我讲，伊阁甲我问讲：“好食无？”我讲：“真好食。”要毋过你袂使食，这有蛋白质，食了你会有危险，你袂使食。要毋过我实在是真不忍心看到伊看我食鸡排的时阵，伊的喙烂都一直流一直流，我实在是足毋甘的。所以每一摆我若是食鸡排的时阵，我拢会加买1份的薯条互伊食。安尼，伊就食薯条，我就食鸡排，伊就袂一直流喙烂。即个囡仔一出世的时阵，伊就住伫咧教护病房。你无输看，因的囡仔一出世就住伫咧教护病房内面。医生甲因讲，恁爱做上歹的拍算。也毋过，因有缘用祈祷来仰望上帝。牧师娘甲我讲，伊伫上帝的面前只有一个祈祷尔。伊讲：上帝啊，我爱我的囡仔活落来，我爱我的囡仔活落来。有的人看见因的囡仔有得到这种的罕见疾病，因无互因安慰，反倒转，佮用因。搁来甲因口说，甚至搁有基督徒来当因的面讲：牧师娘，恁是毋是做啥物歹代志啊？所以恁受着咒诅，无恁会生出即种的囡仔咧。牧师甲牧师娘的心非常非常的艰苦。牧师娘甲我讲，当伊咧替囡仔买衫的时阵，伊的心有一个真大的逼迫。伊讲，伊买即个衫，伊毋知影即个衫是后摆即个囡仔活落来了后会当穿的，也是讲即个衫买来是即个囡仔永远困去的迄天来穿的。已经知影有偌济摆，牧师甲牧师娘因伫上帝的面前流真侪真侪的目屎。牧师娘甲我讲，虽然是安尼，伊并无埋怨上帝，伊并无埋怨上帝，讲上帝啊，是安怎你要互我有即种的困难，是安怎我的囡仔会安尼呢？伊并无安尼来埋怨上帝。伊讲，伊敢若知影要牵条伫上帝，而且上帝的话嘛常常诚做伊的帮赞甲安慰。我伫迄间教会来实习的时阵，迄个囡仔已经4、5岁啊，也毋过伊的状况也是真无稳定。伊嘛是逐礼拜拢爱固定去看医生，伊嘛常常爱去挂急诊。面对安尼一情形，咱会当来去想象讲，啥个代志会造成你无输因全家人偌尔大的压力？遐尼大的困难，都亲像一座大山共款摆伫因的面前，因无法度来闪避，因敢若会当去面对即个亲像山共款沉重的困难，因感觉真无力，因感觉真孤单，因无法度来做任何的代志，因搁较无法度来改变因的现况。面对这个困难，特别是面对人伫言语顶面的伤害、口舌，李牧师夫妇因无做任何的辩解，因搁较无甲人冤家，伫人的面前，因恬恬无讲话，因只是用祈祷、用信心
来倚靠上帝。因相信讲，迄位无困去也无拄眠的全能的上帝、信实的上帝，会帮助因，会扶持因，伫即件真困难的代志的顶面。伊嘛相信讲，即件代志的发生，一定有上帝真水的旨意。因相信讲，即个囡仔是上帝所赏赐互因的天使，为着要互最的人得到祝福。咱拢真希望讲，当咱拄着困难的时阵，上帝会当马上来听咱的祈祷，来应允咱的祈祷，上好会当伫上紧的时间内面来解决咱的问题。前一阵仔，我的囡仔感冒啊，有人就甲我问讲：“你有带伊去看医生无？”我讲无呢，因为我知影，如果是一般的病毒感染所引起的感冒，只要加啉水、加休困就好啊。也毋过较早的长辈，都会认为讲，囡仔只要有一点点咳嗽，还是讲流鼻水，都要赶紧来去看医生，赶紧来去食药啊。上好伫上紧的时间内面，即个囡仔感冒的症头会当赶紧来消失。其实，伫感冒的迄几工，囡仔的身体嘛当咧制造会当来消灭感冒病毒的抗体。等即个抗体若制造好啊，身体的抵抗力就会勇壮起来，那呢感冒自然就会好啊。也毋过即个时阵，做父母的都会学习一件真重要的代志，就是爱有耐心，爱学习来听候，爱学习来坚持。特别是当囡仔的身体当咧制造抗体的迄几工，可能感冒的症头会愈来愈严重。即个时阵，若是忍袂住，就走去看医生，走去食药啊，安尼就会破坏囡仔的身体内面当咧制造的抗体。那安尼，只有会互囡仔的身体愈来愈无抵抗力。所以讲，咱需要有耐心来等待囡仔的身体将即个抗体来制造好势。虽然讲咱看袂到，也毋过囡仔的身体伊确实有咧运作。有诶时阵，我感觉咱的信仰的性命甲感冒嘛真类似。当咱的性命出现各种的困难的时阵，嘛就是咱的信仰的性命咧制造抗体的时阵。通过困难引带咱来到上帝的面前，互圣神会当伫咱的生命内面来做工，来产生一摆又一摆的抗体，互咱的免疫系统会当愈来愈勇壮。这个抗体是啥？这个免疫系统是啥？就是咱的信心嘛，就是咱对上帝的信心。我还阁伫咧台东牧会的时阵，中会的讲话讲台，有当时我会去人数无够10个人的教会来去讲道，因为因人少，所以讲除了聚会以外，啥物代志我拢爱家己来。我爱带歌，我爱家己抒琴，我爱讲道，我拢爱家己来。而且遐个会友大部分拢是超过65岁以上的老人，所以讲因的奉献真有限，因嘛无法度来请一位专任的传教者来去牧养。阮东美中会总共有39间的教会，也毋过传道人只有20几位尔，包括我在内。
所以在较细间的教会，因的主日礼拜，也是讲周间的礼拜，大部分拢是由教会的长老来负责的。虽然讲是安尼，也毋过因并无因为讲教会无传道人，因就停止来聚会。有的会友，伊的脚袂使行，也毋过伊嘛是逐礼拜开伊的电动车来到教会来聚会，来到教会来做礼拜。因并无因为讲环境无好来影响到因的信仰，反倒等因用单纯的信心，搁较来倚靠上帝。咱人的一生会拄着各种大大小小无共款程度的困难，有的困难真紧就会得到解决，有的就需要经过一段时间。也毋过有真侪人伫即个时间，伫即个过程中间选择放弃啊！因放弃了听候，因放弃了追求，因嘛放弃了上帝。李博士夫妇因伫面对因生命中的困难的时阵，因无放弃，因选择用坚持。选择用信心继续来倚靠上帝，一直到即马阁是安尼。遐个要去锡安山的以色列人，因无因为讲交通的无方便，伊就活倒转，因坚持要行到耶路撒冷城来敬拜上帝，因为因相信讲全能的上帝会保护因。台东的兄姐。因嘛无因为讲教会的人少，教会无传道人，也是讲因的脚无方便，因就无爱去做礼拜。无，因相信每一摆的聚会，上帝拢甲伊同在。你兄姐，新的一年已经开始啊，可能咱的环境甲进前袂有啥物真大的改变。嘛有可能，咱所拄着的困难，甲正前同款，亲像山遐尔大。嘛有可能，你的困难会愈来愈严重，很严重到说，你会去甲上帝讲：上帝啊，你到底有咧听我的祈祷啊无？是安怎我的状况都无改善？是安怎我的状况甚至是愈来愈害，愈来愈严重咧？也毋过，兄弟，就亲像人的身体咧产生抗体的过程同款。虽然讲咱看袂到，嘛感觉袂到，也毋过伊确实有伫咱的身体内面来运作。上帝一直拢伫个，伊嘛一直伫咱的生命内面来做工，通过试炼帮助咱，训练咱。互咱的信心会愈来愈坚固。直到当咱拄着困难的时阵，咱袂忧头壳面，甚至咱阁会当来大声唱歌，大声来宣告讲：创造天地万物，无拄眠也无困去的耶和华上帝，我的帮赞是对伊来的。阿们。这时我们请真心德真平教会的林翠莲传道，伊要来有一个见证的分享，咱请林传道。感谢上帝，感谢双人教会安排我有这么宝贵的时间来到这里，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原住民牧者一个受惠者的一个感恩的心跟分享。我先自我介绍，我来自新竹县尖石乡锦屏村的部落，我在锦屏教会牧会4年。去年10月底，因为教会没有办法照顾传道人，所以在10月底的时候就结束了，
离开那个地方。那目前呢，除了继续在念我的道硕班之外，我必须要去陪伴我娘家的妈妈，因为在住院，刚刚出院。然后一方面就是在协助原住民方舟协会的这个部分，来关心我们部落里面的需要关心的人。那我的论文呢，在继续的努力，希望能够在4月份的时候，能够顺利的提交到总会去。那今天呢，我是一个受惠者的身份站在这里，我感谢双连教会，透过你们的爱，神给你们丰富的恩典，把这样的分享跟爱，不只是在帮助我们原住民部落的社会，同时也在帮助我们一些原住民的牧者在生活上的一些困境。虽然在12月份，大家都在过着非常快乐的圣诞节，但是对我们来说，对这个受惠者的传道人来说，那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是永远说不完的这样的恩典。因为我们能够在这么寒冷的冬天的时候，我们能够从双连教会里面，能够享受到你们所赐给予我们的3万块的这些礼金，让我们度过，让我们感受到神的爱是那么样的满满的，在这个教会也这样子的丰富，也没有忘记我们这些部落的这些牧者。在这里呢，我用很短的时间来做2个小小的见证。大概在2年多前，我慢慢的发现我的牙齿有一些松落了，觉得很不太舒服，所以我必须要去治疗我的牙齿。曾经有一段时间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我必须要戴着口罩，因为有缺牙，所以我必须要戴着口罩上台讲道。我很努力的用我最大的力气来传讲信息，生怕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没有办法听得懂我在传讲什么样的戏。后来在这个当中呢，我就去医院检查治疗，慢慢的治疗。后来医生告诉我说，大概需要花6万块的钱，但是我并没有因为这个6万块的钱让我停止去修补我的牙齿，我就为这样的事情就开始在做祷告。主啊，你知道我是在小型教会的，你也知道我没有办法一下子有可以拿6万块的钱来给医生，所以就很努力的在为这样的事情在祷告当中，那继续的在治疗。后来在12月，应该是12月初吧，我就接到贵教会的有关单位打电话说，你是确联传道吗？我们有一笔原住民的牧者的基金要给你，你可不可以把你的账号给我？我当时我吓了一跳，我还以为是要对部落的人来榨财，因为部落的人常常碰到这种状况。后来那个主办单位说，我这边是双连教会，我才很清楚，我才确认的把我的邮局的账号拿去给主办单位。后来没多久，到一段时间之后，我就收到那一笔钱，所以这一笔钱就是来补足我6万块的那个牙齿。所以也因为那一笔经费，今天在台下的你们才会听得很清楚我在说什么，对吗？然后看到我的牙齿那么的漂亮，那么的亮，就是那个3万块里面。所以我非常谢谢贵教会，然后有这样的一个恩典赐予我。然后再来就是说，我前年也在读道授班，如果顺利的话，今年就要毕业。但是我们知道在读神学院的话，那个学分费也不便宜啊，当然有2个学分、3个学分这样子的。那我知道谈到这个部分的时候，哇，有点担心，在想说我到底还要不要再念书啊？因为已经慢慢的没有在牧会，特别是在这一段时间。然后小型教会的我没有像其他的堂会的牧者，他们还有一些是可以在帮忙牧师的。那我在想啊，主啊，我又要为这件事情来愁烦了，怎么办？我要继续念吗？还是不要念？所以当我也在为这样的事情在担心的时候，
一通电话又来了。其实我没有在期待呢，因为下一个不知道是不是还是我，因为都有那么多的人这样子。后来我也是一样的，接到那个主任的电话说，翠莲传道，我们有一笔关怀基金要给你。哇，那时候心里的重担就放下来，因为明天我要上课了，我可以把这一笔钱给学校做我的学分费。所以虽然看起来这个是很小很小的事情，也许可能对大家来讲，这个小小的钱怎么会那个？但是对一个小小的传道人，在一个小型牧会的传道人，哪怕几千块、1万块，其实这对我们来说是非常的庞大的。所以感谢上帝，让双连教会有那么多的爱心，然后弟兄姐妹、牧者、长职干部，长期以来一直对原住民教会有很多的关心。那去年10月份，双连教会的妇女团契，大概一批50几个的美女，还有牧师，一起来到我们尖石乡，不只是把你们的爱带来，也把许多的物资，还有学用品，还有衣服都奉献出来。那我们也有把这一些东西呢，也分送给不是我们教会界的，只要部落有需要，我们全部都分发给他们。所以我用这5分钟的时间来分享，非常感谢，也愿上帝祝福双连教会在未来的服事能够更扩展，能够帮助许多更需要的人。再来呢，刚刚牧师还在说一定要唱诗这样子吼，所以因为我是泰雅族的，所以我就必须要唱泰雅族的歌。那这个是泰雅族的国歌，叫《辛拉曼》。那个辛拉曼的意思是非常的思念，不论你在哪里，或者是你可能失望了，你可能失败了，但是呢，千万不可以忘记神的话。我们要在面对任何的环境的时候，我们要去持守、遵守在神的真道上。这首歌叫《辛拉曼》。辛拉曼，西木瓦莱拉维，伊达瓜拉门的水，楼嘎达森那伊。给那呀巴达嘎呀，安那达姆萨那伊努，老嘎达森那伊，给那呀巴达嘎呀，咿呀牛马拉行萨回答，辛拉曼。西木瓦莱拉维，伊达瓜拉门的水，楼嘎的森那伊，给那呀巴达嘎呀，安那达姆萨那伊努，楼嘎的森那伊。给那呀巴达嘎呀，嘿呀牛马拉行萨回答，辛拉曼，谢谢。请咱做伙来祈祷。恩典的主，我们知道投靠你的什么好处都不缺。谢谢你今天早晨用你的话语来鼓励我们。主啊，很多时候我们很软弱，我们没有信心，求你帮助我们定睛在你的话语上，定睛在你的面上。谢谢你透过许许多多的教会来帮助那些在小教会牧会的原住民的传道人们，让他们透过肢体之间彼此的关心，他们可以得到帮助，得到在生活上面的供应。
求主你特别的来赐福、帮助双林教会，他们在这样子的事工上的摆上，透过他们祝福许许多多的人。我们向你来献上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感谢上帝透过传道的信息来加添咱的信心，也透过恁传道的见证，互咱知影咱所做的工会当真正做伫上帝的工人身上的帮助。三甲过来吟诗，学罗上帝圣诗474首，474首，请咱起立来吟。请坐，咱来吟祝福的诗，圣诗512首，请咱起立来吟。吟诗煞，请陈牧师祝祷。今日要对遮来离开，到伫恁生活的所在、工作的职场，愿恁领受天父上帝的主爱、耶稣基督的恩典，以及圣神的能力甲权柄，恁伫大家乐为主做光灯，传福音做见证，引带灵魂来归入三位一体。愿三位一体上帝赐予恁。对他直到永永远远无尽，阿门。
请坐麦岛小温受垂肯。